4年前，我媽突然間攞3萬蚊俾我，叫我幫手匯款買40支護膚品。我即刻問佢：你邊度搵咁多錢翻嚟啊？佢竟然話俾我聽，係樓下街市賣菜阿姐俾佢，仲要唔係第一次幫人哋買。疫情期間，我間美容院嘅生意只剩翻幾個月嘅營運資金，為咗對得住當年支持我開公司嘅貴人，為咗留住我啲同事，我賣晒我啲嫁妝，賣剩隻手錶。停業3個月，第一日開工，黃百鳴先生一嚟到就同我講：上次嗰支護膚品好好用啊，我要多2支。哇！我開心到講一句：真係㗎？不過我當晒我啲嫁妝，我都要攞個代理翻嚟啊！當我想同佢講，諗住當埋隻錶嘅時候，黃百鳴先生聽咗，二話不說：你唔使當啦，我借俾你咯。之後拎咗張支票出嚟，借錢俾我，渡過咗呢一關。我冇諗過2箱護膚品，我唔使2個禮拜已經賣晒啦。喺4年裏邊，呢個品牌已經成為咗我生意嘅重心。曾經嘅低谷同貴人嘅幫助，成就咗今日嘅我。今日我希望透過自己創業嘅經歷，幫助更加多嘅人揾到支持自己向前行嘅力量。冇黃生就冇今日嘅我，我根本冇機會攞到一隻咁好嘅產品嚟香港。為咗感謝當日幫我渡過難關嘅黃生，我都好想將呢一份感恩同你哋分享。如果你哋遇到咩問題同埋難關，留言俾我哋，我會喺下一段影片解答。